响不得，我影响给那个人听了，啊，没得影响。乌鸦，没听到。乌鸦好高哦，学拳击的。我这也都不会。小王同学高二嘛。你不会吗？他说他会。你不会啊？我会是那会。就是嘛，你会就跳啊。你可别乱跳啊。好的。这样子啊。不要乱带。你别把桌马带偏了。对，本来我就不会。本来桌马会。前面可以。音乐简单噻，这个音乐简单嘛。导航乱报，对。但是也要看是哪种，以前百度和高德是不一样的。行，开始。你哥没有可以说我在谁在乱跳？谁在乱跳？不用了。啊？再来一次。莲子，你那里跳。他前面一。上一要分给，不要到这个。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，教你们。好好跳，好好跳。南边呢？上我上我上。什么鬼？可以了吧？好嘞，好。有那么累吗？没那么累吧？比练拳击轻松，我觉得。你练拳击要累得多。啊？他练拳击。不是在那个锻炼吗？我好久没教，我上几个你就上小星星，帮我把小星星摆满。哎，永吉走了。永吉走了。我觉得这个音乐一出来你就知道了。音乐一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打招呼？打招呼啊？不去吗？去哪里嘛？嗯？你叫什么？要去吗？去算了哈，那跑你呢？啊？他上来一个，不去了好吧？你添了那么多小朋友，不去了，他不理解，好吧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怪叫声，不去了，好吧？乖，好。哎呀，要打招呼啊，心灵感应。不去了，好不好？乖。
或者他对对生气了，对，生气了咋回事你前面那个哥哥，前面那个小哥儿，他想去，他想和那个哥哥耍，我没有放下去，他一直怪叫，生气了。反正是笑得很。欣赏人。哎呀，真是讨厌声音！左拐的车不走，后面就按喇叭。有点累。苏拉，你跳不跳呢？你跳不跳舞啊？啊？你得不跳？我心情都不好了。怎么？挂了，拜拜。心情不好。我手机砸掉了。啊？手机砸坏了。啊？被阿姨给坏掉砸掉的。哪个阿姨？今天吗？永贞前面跳舞的那个阿姨。然后这样一下就报手机。哦。那就修啊，修屏幕，修屏幕。3000。你没买保险吗？没有，他说没有。你买那个苹果自官方那种，2年1000多，在泰森路去修嘛，1年前。那个手机摔坏了，14块好像是吧，15不知道是多少。他那个小路没事儿，关系好得很。没有，他没买保险，没有，被一个阿姨摔坏掉了，砸到地上了，然后全部摔坏了，好亮那个，修一个要3000多吧。手机应该在8000多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。对，前面那个阿姨摔坏的。
平分15，可以了。15的 CPU。